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雪霸国家公园的武陵农场，这个月初来200台的露营车办露营，结果这个露营区是大爆满。 农场主要甲草原区开放予露营车来使用，也就是讲，这本地是要开放予佚佗的这个草原区，拢总去予露营车来霸占咯。主管单位也就是雪霸国家公园讲，若是查证事实，会依法来罚款3000块。百几台露营车开入去武陵农场的草埔举办车会，这个月初1，武陵农场就有200台的露营车开入去。 露营区泊位停甲满，农场竟然就甲草埔开放予车停。这个地方是武陵农场的一个规划的一个露营区哦，是一个合法露营区。那这个地方是一个草原区，不是我们指定的露营区哦。农场这方面是讲，这个团体原本是定80个营位。 迄天煞来200台车，加1倍左右。但是露营车如果若是停伫路边，也是停车场，可能会违法，嘛会影响到其他游客。因才会开放草埔。100多台的这个移动式的东西，其实会造成更多的问题，包括对生态和山林、跟在地居民跟交通的冲击。 变更土地使用利用，所以是违反我们国家公法的规定。然后我们依照他们的意见、陈述意见来做后续的一个裁处的一个动作。农场可能会去用罚3000块，虽然讲因是讲这无定定发生，但是面册顶悬当看得出来，4月份的时阵，农场就有写，假使讲若是泊位，可能就开放草埔。这嘛表示讲，因为国内即马露营的人愈来愈侪，可能需要更较大的露营区，而且是合法的。